国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现代奴隶制度，维吾尔和其他突厥民族成员被迫做廉价劳动力。据哈萨克斯坦新闻网报道，在东突厥斯坦属于一个汉族的手套厂，居民以$50的月薪工作。前集中营拘留者古力兹热接受了 BBC 新闻有关奴隶工人的详细采访，并表示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工人在不同行业工作。东突厥斯坦阿克苏地区发生5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27日13时29分，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中国当局没有提供有关地震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信息。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制造业通缩加剧，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继续萎缩，利润降幅在上个月扩大。中国国家统计局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3%。2019年前3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其中1季度下降3.3%，2季度下降1.9%，3季度下降1.8%，降幅呈著净收窄态势。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表现差别较大。国有工业公司的利润同比下降9.6%至1.39万亿元人民币，而私营工业公司的利润在前9个月增长了5.4%至1.26万亿元人民币。港府正式撤回修例后，香港周末仍不平静，示威者继续走上街头，要求港府回应5大诉求，并表达对警方的不满。示威行动也演成警民冲突，警方出动水炮车和发射催泪弹，示威者向港警投掷凿物与溺死汽油弹。居里的市民不断大叫“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口号，有人举起写上“全民公投，坚持5大诉求”的标语。大批防暴警员在弥敦道马路布防。下午5时，许一度举起蓝旗，要求在场人士离开，表示将会清场。阿富汗军队宣布，在法利亚布省有5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被杀。阿富汗军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塔利班武装分子昨晚袭击了法利亚布省普什图克特地区的安全点，称至少5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长达数小时的冲突中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早上宣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特种部队26日发动的袭击中伤亡。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昨晚美国已令世界头号恐怖组织领导人得到了正义的惩罚。伊斯兰国于2014年占领伊拉克莫苏尔后，巴格达迪在莫苏尔努里清真寺宣布建立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里发国。近年来曾多次传出过巴格达迪死讯，但都并未获得证实。